我一进城门便会发难，你们就趁势冲进来。大哥，这人可信吗？你大哥我从没看错过人呐。小兄弟，小心乱箭，别过去啊！大人，这人很面熟啊。是赵小伟，他还活着，快让他进来！这人是西凉军，我们刚才救过他。西凉狗，不能好死！我走鬼也不放过你！不重颜面，是非分明，有趣的小子。大哥，你不怕被骗吗？忘了敌人给三弟的评语吗？100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。你看，他准备发出警告了。姓赵的，报上名来！来！后面是焚城大火呀，所以他是叫赵火吗？我看他是在指上面的天吧？那么是赵天，还是叫赵宇？